的意思吗？光滑，光滑，嗯，看起来光滑还是摸起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摸起来就是蛮就是什么，妈的，这个比较柔和，然后又哎，老师，这个是不是比较像是那个什么，就是小朋友，就是 baby，就是那个皮肤摸起来白白嫩嫩的，这样摸对对，下来。类似这样，对对对，蛮的对哦，那我知道这个字哦，原来是这样用哦。因对，为你孩子的皮肤光滑，你也不敢摸啊，对啊，是啊，就是那个小朋友的就是说婴儿的时期，那个皮肤白白嫩嫩，压下去软软的这样子。对，嗯，蛮的，哦那个皮肤白白的是果荚赖啊，哦，白白的，就是软软光滑的那种，是这个意思嘛？嗯，就按照它的字面，这个我们字典的这个底和面，光滑柔软的嘛。蛮的嗯，对，光滑，啊么，蛮的如果用在这个什么，如果用在那个毛毯哈，很柔软的话，也是可以用这一句话的。哦，毛毯也可以。嗯，叫古奶嘛，古奈是柔软软的，软软柔软的，软软的，软软的，哎，古奈是古奶软软的。老师，等一下，滚呐！古奶古奈也是软软的，软比较软的，软的。古奈，滚呐，耶，古奶耶，哎，这样拼吗？对，没有 那个没有 H 吧？没有 H，没有 H，滚呐，哎，耶，古奶耶，古奶耶，古奶没有耶，我看到了，I，看到了。good night 嘛，哈，good 啊，night，good 古奈，古奶 night 耶，夜。哦，这个哎，了。老师，这嗯，个这个可以形容人的皮肤吗？应该不行哦，不行啊，对，那个这个不不行哦。比 OK，较你看他这边就有，比较卡卡的，你看他这边就写了一个土质松软，对对对，古奶它这个好像是真是对是软的不止，没错，但是不是讲皮肤的柔软，然后是对讲对对，是讲对，非人类的，所以不会哎妹，形容不会形容嗯，说人的皮肤滚奶液，不会这样形容哈。不行了，不行了，古 OK，奈是一个柔软的意思呢。嗯，OK，就比如说那个什么香蕉成熟以后啊，很软啊，古哦，奈软软耶，的嗯，对，苹果啊，，OK，或是什么成熟了以后都软软的，古奈，来哦，古奈耶，古奈耶都可以吃了，这样。嗯，没错，对，所以那个人的皮肤的话的形容就是马里面，了很面，对对对，OK。马里面，嗯，老师，我马里看到下面有两个词汇哦，你看第一个我们啊，点很美进去看，美，这个词汇同义字吗？拉嗯，莫，拉拉莫，拉莫古，莫，拉莫拉这个是应该是哦，地拉方言哦，拉莫，哦，这个字，老师你没有听过吗？拉莫，哎，有呢，有，我有听过这个拉莫的，有，拉莫，所以他它这边有也可以，讲柔软呢，这应该是平滑的意思，拉莫，它这边也是翻译成光滑跟柔软，跟刚刚那个字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是同义字嘛，哦，对对对，拉莫，那应该是拉莫，所以这应该是同义字哦。拉莫是光滑柔滑，所以马里盖老师，你有听过这个字哈、所以可以形容皮拉肤嘛？莫有，我有听过，拉莫ku pangsimulawa, Yurakayin, yan. 拉 拉莫，莫，还有另外一个字，是不是差不多，只是它的念法不一样，叫做拉莫，感恩莫。这个我就没听过了。
这个没有哈。没有听啊，过。他这边有一个同义词，那你们如果没有听过就不要了，就是 DA 比较多嘛，KA 好像没有听过哈。没有听过，哦没有听过。好，干咩就有了，干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忘记了。干干内是这样啊，干咩，刚刚有了，刚刚咩，干咩，嘎咩，有这个我这样拼对吗？嘎咩，对，干咩，对，好像查不到这个呢。这个字哈，干妹，我们的干妹是那个有啦，那个啦，他没有壳啦，嘎咪，干妹，他这个是好像是心里的心很柔软呐，是不是？马里盖老师没，有声音。马里盖老师，你的声音有吗？哦，刚好有电话进来，所以我。OK， 老师，你讲的是不是这个字嘎咪？干咩，对。哦，没有 H 嘛，哈，它这个好像是形容，你看它的那个造句好像是心软，它不是讲皮肤很柔软的，它心软而已啊，它不是皮肤。这个我有听过了，干咩，所以如果你的心很那个，就是很慈善呐，就是用干面古法鲁住这样子。对，是哦。对。好，那这个不是皮肤嘛？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指的是人的心呢，干咩 ，OK， 干咩。还有没有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讲，可以分享哦。老师问到我们皮肤的那个冷热算不算是皮肤的反应呢？冷热啊，冷热也是算啊，也是算。冷热是不是对不对？对，怎么讲去了？发烧。嘎啦啦都慢。哎，哇，这个字怎么那么难？嘎啦啦都慢。起包，嘎啦啦都慢，很冷啊，会皮肤会，嘎啦啦，这个有点是都慢，好像是那个起鸡疙瘩一样的意思。也很冷嘛。嘎啦啦都慢，用这个字呢，嘎啦都慢。TON 慢 MAN 对，没有吗？没有，嘎啦啦都慢，就很冷的时候，皮肤不是有一粒一粒的会出来吗？哦，那个叫什么？鸡皮疙瘩啊！对。鸡皮疙瘩吗？你秀一下。老师，我们先看一下前面有没有哈。对，我们先复习一下。有这边呢，嘎拉都闷呐，嘎拉都闷。对，嘎拉都对。嘎拉都闷，嘎鲁都闷呢。对。我们那边是讲嘎啦啦都慢。哦。对呀。这个啦，老师。是不是这个才会有？对，嘎啦啦，嘎鲁都慢，对，嘎鲁起鸡皮疙瘩，还有呢？这个有了，那这个 OK 了，这个已经有了。那我们感觉到冷，应该也是皮肤的反应嘛？感觉冷了，感觉冷也是对呀。感觉冷，阿美语怎么讲？心闹就这样哦。对呀，你的，对呀，你的。这个应该也算是皮肤的反应哈。对啊，那是皮肤的反应了。你的是冷，
冰冷啊，形容冷水还是冷，水冰？冷啊，嗯，或者是空气冷，这样子，n now，所以天气冷。我们讲 n now 的话，它是皮肤感觉到的，是不是？皮肤感觉到的温度。对，是闹冷的，对对，对啊，要加 en 吧，醒闹问才会感觉的意思。哦，感觉对对对，那个感觉冷，对对对，行劳问感觉冷，你要问，对，它那个语法结构是要加 en，对对对，我感觉很冷嘛，行劳问嘎固嘛，对不对？小白老师，对，对啊，对马特顿对了，那个是一样，经验讲对了，经对，验讲对了，感觉冷，对对对，这个加 en，这个是那个语法结构了，对对对。天气冷，感觉很冷啊，那同理可证是不是感觉热、感觉凉都对后面都要加 en 嘛，对不对？对呀，那我们如果是感觉热，就是发的瞪，对不对？是吗？是这样讲吗马？特顿，哎呀，要加一个巴，更马特顿，金纳问，发那个我们感冒的时候，或是发烧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皮肤突然有一个突然会红红，然后发热，那个那很帮咋个有它的是那个词汇啊，马特顿，马特不是顿，哦，不是，金纳他不是这样讲，咖喱，哎呀，就是真的是会啊啦，老师没关系，你慢慢想。讲到有它的词汇，有它的词汇。这个比如说我们发烧的时候，有没有突然小孩子就一点看起来就是要发烧了，然后他的身体也在发热。老人家常常在讲的这个话，我一直讲对，心怒，行动是不是哦？流汗，流汗有了嘛？有了嘛？哎，流汗没有呢，流汗也是皮肤的反应，对啊，心怒，行动的心怒，有啊，流汗有，我看一下，有了，流汗没有呢，我们没有写流汗呢。对哦，这么一般的话反而没有写到。心怒，我呢？心怒灯，心怒带啊，这个，所以流汗是不是用肌弗朗哦也是嘛，肌弗朗也是啊，对对，地方语言呢，基弗朗也是，行恶是流汗，对，基弗朗这两个，这个基弗朗是那个就是热了，也是流汗的意思嘛，哈。virangat，流汗叫 virangat。然啊，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哈，还有老师你再讲一次那个怎么拼鸡什么 virangat，然啊，是不是？fi feel 哦，你是 feel 让对 t 后面是 t at，对，等一下 virangat 这样哦，对，哎，没有这个字呢。virangat，你有听那个谁，那个对那个曾经，昨天陈金杰，陈金杰老师讲，然后virang是生气嘛，他不是这样，然后呢，因为生气的时候会流汗，可能是因为从这边哦，有可能啊。加一个 t， 它就是流汗了。我们把它打进去。我知道你的因为他那个陈金杰老师他认识的那个单字，很像很多是从那个圣经里面出来的嘛。对，应该他这个也有依据的。virang
，Filanat 也是流汗的意思哈。对，也是，对，但是它这个是有点是因为 Filan 导致流汗嘛。导致流汗，对，还有啊，还有一个那个吃辣椒的时候，吃面啊，吃辣椒的时候啊，就鼻子前面这边哦，还有嘴巴都会冒汗的那个叫什么？冒哪没？有那股说路，还没那股鼻头出汗那种，吃太辣了这样子。对，有，那个很像有呢。比如说我要吃牛肉面，对不对？结果我加辣椒，吃的时候很辣，结果就嘴巴还有鼻子这边的附近就流一些小汗，这样。啊，还有一个叫佐赫的。哎，老师等一下哦，刚刚苏贤哦，他有 po 一个，应该是字典才查得到的，它叫做 Ifanat， 你讲的是这个字吗？以防啊也是，对，以防啊也是，好像是这个哈，你看哦，对，应该是这个字了哈。对，吉弗让，你看这边也有啊，吉弗让，你看到吉弗让？哦，它也翻成出汗呢哈。对，吉弗让也是，比让啊也是，应该是这个字跟那个Ifanat哦，我们把它改一下，应该是Ifanat才对哈，跟吉弗让也是。对，还有一个也是都一样是流汗哦，佐赫了。哎，对，有佐赫听过。佐赫都 COHEL，CO 好，等我一下哦。COHEL 朱赫这样哈。对，查一下哈。你查看看有没有？有啦。有汗水。所以我们朱赫是汗嘛，对不对？那我们流汗还是要加个鸡，对不对？对。鸡朱赫。鸡朱赫，对，再加一个鸡，对啊，要流汗汗水。哎，它这里的朱赫比较清楚，是汗水。对，它就是汗水嘛，朱赫。对，它直接讲到汗水呢。流汗的话就是鸡朱赫这样。对，没有错。你看它在下面有一个形容也就是汗水的意思。形容也是汗水的意思了，那个是地方语言。对。形容是地方语言。哎，这个 word 它是用 word 的。哎，对，这个叫 word。那这新奴是吗？二的也是了，有的人叫二的，对，新奴没关系，我们就把它当一样。主会这边有一个，他这个打错了，应该是 CO 嘛，用 CHEL 才对。主会。现在 U 跟 O 实在分不出来了。哦，我们到底好了，那个现在。我刚刚讲的发烧的时候，然后小孩子的那个皮肤就有红肿温度，就是红肿的，它就是有一个温度，然后老人就会说，他就是感冒了，或者是发烧了，有这样的一句话。同学跟老师你那个麻烦的爱好，我知道有一个词汇，但是一直想不。拉力扇，那拉力扇啊，很像是拉力扇啊。发烧，拉力扇呐，拉力扇，对，很像是拉力扇。感冒发烧是不是？哦，对，发烧。对，就是拉力扇，对。对啊。所以我们要加一个马拉力扇，对不对？对。
感冒，疟疾也是这个意思哦。对。如果晕倒的话怎么讲出来？马南晕倒可能马萨利班奈，晕倒。是马里班奈，马南马里班奈，不是晕倒啊。对。谁的热车车声音那么大？我家的，我请假一下哈。啊，你先关一下麦克好，风。你家的赶快去。我家的，等一下哦。好好好。哎，马里盖老师，是，我们先把那个流汗哦，我们把每个再讲一遍哦。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就是你再描述一遍这样。好 ，OK。这里我看得不清楚，你要不要往上一点点？好，有了。举行。可是如果你用手机看的话，你可以用手去把那个画面变大，手可以调。我现在是用那个平板的，是。哦，平板哦，那我帮你。这样看得到吗？啊，对，可以。举行 no out 啊，有的是叫 no out 哈，有的是举 no out 哦。这个地方一般都是说流汗的意思。所以老师，我请教你哦，洗努厄或洗努厄就是汗水的意思吗？没有错。哦，也是汗水的意思。汗水的意思，这个是一般都是沿海一带的人讲的了。哦，海岸线会这样。海岸线的对。然后呢，他们也会讲，也是会说是很热。哦，很热。那大致上都会听懂了。或者是弗朗啊，这个都是热的。老师，那个弗朗的意思应该是那个生气的意思。生气。所以弗朗它衍生的意思就是因为生气气到那个汗都跑出来了。没有错。哦，所以我们这边弗朗的它的字根就不是那个什么，不是汗水的意思哦。刚刚我讲的弗朗，哎，吉弗朗，你看大热天就是吉弗朗岸，吉弗朗岸哈。但是弗朗本身不是热的意思嘛，是生气的意思。弗朗才是。弗朗才是哦，那弗朗也不是汗的意思哦。不是，这弗朗是一个很热啊，天气热啊。弗朗是热的意思，就是纯粹是热。对呀。所以弗朗我刚刚一直搞错了，弗朗是热的意思哦。弗朗，所以弗朗就是现在很热的意思嘛。对。所以夏天我们会说嘎吉弗朗岸这样。哎呀。所以吉弗朗不是说有汗，是很热的意思，因为热然后出汗这样子。对。那我懂了。那但是有人是皮朗啊，是流汗，有的人是像皮朗啊。我刚刚讲的皮朗啊有没有？老师，你讲的就是这个嘛？第三个伊凡啊，是不是？皮朗啊，FIRANGAT。你讲的是这个字找不到呢。对，所以有这个皮朗是讲的，就像刚刚那个陈清杰老师讲的意思，皮朗是热嘛，对，皮朗是生气嘛，对，然后加一个 T 的时候，他会说是流汗了。我懂，那我把这个还是保留一下算。好，你这边要改哦。
以方案也是了，以方案也是。以方案有啦，以方案有，就是那个菲朗这个我再把它加进去，也是流汗，但是它是因为菲朗导致流汗嘛，气道冒汗这样。哎，对。OK， 好，左后的啊，左后的也是，左后的是汗水，汗水嘛，左后就是汗水。对，没有错，几乎让，对，都是，你看这所以阿美族的话很多，可以把它很细的，很细哦。然后那个几乎让，几乎让是那个生气而流汗的几乎让。不是啊，你讲的是应该是讲菲朗啊，对不对？对，菲朗啊，对。对。好。菲朗啊，这有一个，你标注一下，就是因为生气而流汗了。没关系，我们有录影嘛，那个我们到时候在整理的时候就听得到。所以我们引申，菲朗是生气嘛？对，菲朗是生气。我引述刚刚那个陈清姐老师讲的那个一样，就是菲朗啊。但是我们阿美族很多人也是讲菲朗啊，都是会讲是讲这个了，但是他们都把它当作是流汗，就是按照字义来讲呢，它是生气而流汗了。OK， OK。Pertama itu akhirnya kita usin mapulung， ini kira处长也出来也上线了哈，我们可以请教我们的这个处长哈，比兰啊这边有听到吗？嗨，Rato。嗨，ini i soal no bangsa kami hau firangat sana， firang sana no bangsa生气嘛，加一个 T 的话，firangat 是不是流汗？因为生气而流汗。生气跟流汗没有关系了，是吗？哦。哎，Noya，Virangat 也是流汗的。哦。Virangat 有一点说流汗的时候，那个身体黏黏的。哦。也是流汗。做好了。Civlang。那个达巴鲁好像伊万阿台是什么？对。一还是什么？伊万阿好像是这样。no 光复那边的。no 达巴鲁atau Bataan。Mahan ko naratin. Ay, matira ko kuchonara. Ada。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汪老师哈，有没有看到那个36这个词汇这里哈？马拉里山sana发烧嘛，可能。gusto naman to asay ayaw ila kaya na sa samahan kaya 有一点热的kaya bangis nuwawa ila gusto no bangsa man hana no to asay ayaw kaya 我马拉利山哈其实是总称，只要头部发烧哈，都叫马拉利山。是，头痛发烧。我的意思是说，伊来讲，伊来说那么多即将要发烧的时候，他的皮肤稍微有一点要发烧的那个感觉，说有一种病哈发疹的啦 ，Macvin 是不是讲这个？加油！刚刚要发烧的时候，伊来给他说刚刚我想到是 Macvin。Macvin。这个是麻疹病的样子，身上会有麻疹。这个也可以写进去，刚好。可能是这样，
法拉发，温水哦。法拉发，老师，你是在讲一个词汇吗？对，法拉发好的， ，FALAFA，法拉发，温的温水温。你查看看是不是这个？法拉发这样哦。就是没有 H 啊，没有 H。法拉尔法，法拉尔法，巴拉尔法，嗯，尔法。这个维温的是不是？对啦，温温的啦。哦，这个是讲水的吗？这个？对啦，水的啦。你那个啦，刚才马斯嘎啦，就是昏倒那个啦。马斯嘎。马斯嘎。刚才我们有讨论到那个昏倒啊，不跟这个不在这个皮肤的了，没有，就是我们的闲聊了。还有什么？马斯高，这个跟皮肤没有关的，这个没关系。哎，那个我回到这个法拉发那个马里盖老师，你是不是说小朋友在发烧之前的一个预兆会有预兆？对，你会用法拉发去形容说，哦，他现在好像快要发烧的，用这个字吗？你是这个意思吗？对，是这个字吗？你如果说不加那个法拉发应该是还是要用这个法拉发。对了，如果是那个喉舌音跟不要的话呢？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哈。对，刚刚我有按过了，对啊。没有了。法拉发是温水啊，温度温的。这里法拉发是讲那个水的温度了。所以不是，所以没有这个意思哈，没有那个小朋友就是想要感冒之前的预兆，没有这个意思哈。还是有了，有的妈妈会这样讲啊，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会讲。法拉发这个kuna pangusunawa usaka kamawan to tanggal kuna tungai. Psycho Vadet. Yeah. 对啊，发烧的意思啊。法拉发是水温啊，没有错。法德头是水温、体温或是火温，都叫法德。对。所以这个字比较适合形容那个小朋友要发烧的前面的状态，是吗？也没有，这个不是发德已经是那个温度有多强就不知道哎。很像是叫法利皂吗？法利皂是烧水了，烧水了，开水就是形容那个小孩子发烧啊。不会叫法利皂了。发热。烧水好像是烧水哦，法利皂。哎呀，烧水，开水、热水呀，好，没关系。我们如果说这个对这个法拉发哈，因为我听过老人讲过，然后儿童，然后皮肤有点稍微有一点烧的时候，他就会讲这个法拉发三整。怎么会用在这个皮肤上面？我也会这样想。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要。没关系，我们有录音嘛，到时候有听到这一段，我们再深入看看，说不定真的。好的，因为我有听过老人讲一个词汇，我也想不起来他的那个词汇的说法。好，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哈。有关于皮肤的，比较深入一点的我们可以提供。感觉凉凉的怎么讲啊？感觉凉凉的 ，summer
什么了？啥么了？对。哦，这个 summer 哦，所以感觉凉凉的是 summer 是不是？对，什么人？以前有电风扇吹的时候就会什么了。然后吹肚子的时候，到树荫底下乘凉的时候什么给他，然后要加一个口哨，在口哨的时候那个风就会它呼召那个风嘛。对啊，什么了？凉那跟凉。皮肤有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有。那个我们小朋友去打针哦，那个打针的时候那个刺痛要怎么形容啊？刺痛，前面有没有？有哎，这边有刺痛。密啊，是密bit 嘿 bit 是一个这 bit 要刺痛一下，是这必的，自闭的。自闭的，蚊虫咬的那个意思哦。那个虫咬也是。哦，也是一样的意思哦。美惠老师有一个感觉啦，这边美惠老师这边有提出一个马古列，没关系，美惠老师的我们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刺痛哦。所以我们讲刺痛是不是讲麻要加个妈 the bit 要加妈吗？不用哦，不用了。哦，就只 bit 就可以，只 bit 就可以了哦。就它叮一下这样，就刺痛一下。可是，在打针的时候也是叫只 bit 的。只 bit 的嘿。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感觉吗？刺痛。对，是一个感觉，对。好，所以这个是用在被尖锐的东西刺到的时候的描述，是不是？没有错。还有一个马森纳达，也一样的意思吗？不是哦，那个是被划破，那个被刀划过，或者是那个芦苇划过。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写过。老师，那个小白老师，你再念一遍。有了。舍纳德，马舍纳德，那好像是在其他的那个反应里面的。是那被划破皮肤。对啊，被那个什么树叶啊，那个然后弄一下，芦苇草啊，芦苇叶。死闭的，死纳的，剥破哦。有了。这个嘛，是不是这个 snut？ 没有错。老师，那我想问一下，皮肤被划破，那是马 snut 吗？是妈吗？对，没有错。妈要加妈。以前老人在你们个咩 snut 是把来也是叫 snut。对啊，那个是弄那个田。马祖族呢？马祖族被刺哦。对。一样的意思吗？祖族。刺啊，他是被刺啊。马祖族。这个是被划破，对不对？对。哦，应该不一样。要加一个马 snut 一个 snut。MA。好，那刚刚小白老师你讲的那个叫什么？猪哥。哦。猪可是猪啦，还有可。
可 K 主这个这个嘛，哎然后背刺就是马祖族，是不是？哦，背刺嘛。还有呢，马斯杜了。这个是不是在我们前面的动作里面有讲过？死度了，什么意思？踢破脚啦，踢破脚了，撞破。哦，脚那个脚啊，踢到石头啊，马德诺。然后老师你讲一下破，再讲一次怎么拼？马德努克的 look 哦，马德努克，这个好像之前那个有吗？前面有讲那个脚踢哦，背脚哦，这个感觉应该是那个啦，脚的动作啦。对呀，结果后来那个什么脚趾甲都裂开呀，以前没有穿鞋子啊。马德诺克有过这件，他这个感觉好像是那个被踢的感觉哈，好像没有说因为被踢皮肤受伤了，这样好像比较没有直接关系嘛，小白老师。直接关系，因为我知道的是，以前啊老人家没有穿鞋子嘛，要过河的时候啊，会踢到石头啊。对。哦，然后那个指甲都裂开了，马福达马哪个裂开，马福达嘛。费德拉，还有一个裂开。费德拉是破开。费德拉克，那个皮开肉绽就是这个字是不是？对，哦，所以费德拉克，哎呀。哦，小白老师，你一下子生太多字了哈，我们先等一下你的哈。因为那个美惠老师有写一个字。好，他的先来。他这个老师，你这个就是裂开，对吗？哈。对呀。我们看一下美惠老师提供的字哈，它叫做马古列。哎，这个好像有呢。有了，有马古列好像在前面有了，前面好像有哈。鼓励者，皮肤有啦，这边的皮肤病嘛，哈，马古列那个有了，对，有。好，小白老师，再回到你那边，你再说明一下你刚讲那几个那个，大概描述一下它的用法，这样。从哪里开始？第40个。那个被划破，就是用那个芦苇草的叶子啊。如果说没有戴手套的时候，手一抓哦，一划就会划破嘛，割破嘛。割破或划破，老师，所以用小刀或者是被尖的东西，都算是马神纳。马神纳的，对。那个背刺，那个是，比如说一个尖尖的东西啊，不小心把比如说针啦，哈，那个针刺到那个皮肤上面的时候，我们就马祖该呀。哦，这个就比较简单了，马祖不常听到。马祖，对，裂开的话就是，就踢破那个。用脚去踢那个石头的时候，就那个脚就会裂开呀。那个老师，我举例，是不是你讲说脚踢到石头，你的指甲跟肉分开的那个？对呀。人啊，或是马福达，是吗？马人啊也是。好，没有，老师，我们这个解释完哈，这个刚刚我那样这样子描述可以哈，就是说。
反正裂开都是啦，就是脚踢到东西，指甲跟肉分开就是裂开嘛。那皮肤裂开也是吗？算哦，辐射皮肤裂开也是哈。ما فلسع ما فلسع 辐射好像有了嘞。فلسع 好像有了。辐射呢？辐射是。好，我看一下哈。فلسع。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哈。辐射是。好肤先哦。辐射是。蜡齿哦。煞死嘿。是哦。哎。辐射是。哦，这个哦，冬天皮肤干燥，脱白皮，就是那个皮干干的哦，这样抓一抓会有那个白白的哦，粉蜡哦，这个那个叫辐射，或是那个脚啊，以前小时候洗脚的时候很不容易哦，结果不敢洗脚嘛，很冷嘛，结果那个脚那边就有长那个，老人家说你的脚你看有辐射哦，会有时候就是干裂那种的啦。所以那个皮肤干裂的话，都是可以这样形容，是不是？辐射啦。辐射要加马辐射。要形容它是你的脚的样子的话，就干裂嘛，辐射。哎呀，你已经得到那种皮肤病了啦。干裂。哎呀，冬天皮肤干燥而脱这个嘛。冬天啊。对呀。反正就是会脱那个屑这样子哦。对。再多一点描述这样。马南加呀，那个头皮屑怎么讲？雪花片片。哪个？头皮应该也是皮肤了，对。头皮屑。头皮屑怎么讲哎？对呀，我临时忘记了。头皮屑怎么讲？头皮屑。马呀。不是头皮屑了。马上咨询了。那个雪花片片啊。对呀。对呀。雪花片片，在乎马南的那个。等一下哦，我去尿尿一下哈。好，你不用报告这个，没有关系。处长，请教一下，马汉头皮屑个？辐射哦。那是一样的嘛哈。那个意思很广，只要那个皮肤有白色出现啊，那是白癣呐，或是因为干哈，那个有一点皮肤白白的，也像辐射。那个头皮屑也是辐射。哦，所以长白癣或者是那个有那个屑跑出来的都是辐射词哈。对哦。所以它这个跟这个是同样的意思吗？马伏尔萨只是同样的意思吗？你那个意思一样，因为那个部落的说法不一样。对，哦，那我知道了。你说马布达斯，有的是马布达斯。对。那个部落不同，其实是意思一样。哦。所以那个头皮屑也是用这个字嘛？马里克老师，你还在吗？你跳出去了。
可能去咨询了啦。头皮屑叫什么呢？刚刚处长有回答，只要是有那个皮肤掉出屑的，都叫 fusas， 对啊肤，fusas， 这个好像红色音标错了呢，这个好像不能这样标啊。fusas，不对。对，应该是没有喉舌音啊。对啊，他这个喉舌音标到这边怪怪。头皮屑，奇怪，我临时忘记了。不拉，那个不拉头皮啊，头皮嘛不拉。刚刚我请教了我们的处长，处长也是说，我不拉，不拉，试试看，fusas 有啊。fusas 我们本来就有写啊，这个跟 fusas 差不多一样了。fusas， 怎么跑？人家爱过头皮屑怎么讲？我一直在想这个。你来就好，你来我给他说对了。有他的说法，还有别种说法。那个小白老师先想哦，马里盖老师，你刚刚有讲一个词汇，你有没有印象？刚刚你有讲啊。冷啊，LENGA，冷啊，这个字龟裂啊，这个可以形容皮肤吗？它这个好像是它的例句里面是用那个水田，没有下雨，土地龟裂这样。龟裂也是，或者是那个木头裂开，都也是叫冷啊。对，那它可以形容皮肤裂开吗？应该不是了，应该不是。所以马冷啊是用在不是人类的龟裂嘛？不是。肉瘤算不算？肉瘤长肉瘤算啊，皮肤长肉瘤算，怎么讲？榜一榜一是不是这个皮肤上长疙瘩，对不对？那个算肉瘤吧？算，对啊。这个其实有一些人老了之后会长这种啊，就是那种赘肉的感觉。它不是单单是那个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它会有在皮肤上会长一个像茧呢，就是小肉瘤。有一次给它剪掉，就一直喷。然后呢，它干掉的时候，我们稍微抠一抠，它就皮一直掉，然后它还是一直长起来。有那个好像那个有时候年轻会长那一种，好像人家说是被鱼鳞碰到了，是不是？对，有一点像那个意思。我小时候有长过啊，人家说是被鱼鳞粘到，然后会长，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没有那个老人家在讲的啦，其实他有时候是皮肤长出来的一种肉瘤了，然后它是长在皮肤的，有的是长在那个像鸡眼的那个，又怎么讲啊？那就是长在肉里。我小时候是长在那个关节的地方啊。是外面吗？表皮？对，外面啊。表皮那就是榜一啊。是哦，榜一对，好像有听过呢。榜一。哎呀，心燕，这个榜一都没想到呢。因为我一直在想，榜一是字，也是字哈。对。毒螯啊，毒螯不是。榜一跟毒螯都是字。有这边有毒螯，有黑字嘛？对。还有一个字会不会也是有根字，叫做Nikifi， 这个也雀斑也是吗？青春痘。青春痘。青春痘啊。
你 keep it， 那个是戒日啊，日语。所以冬奥跟那个防疫。看应该还会有，不只是这些，这个皮肤的这种。他们你查查看哦，阿法奈还是欧法奈，好像是头皮屑哦。你说有特别的讲法哦。阿法奈还是欧法奈，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呢。这个好，没关系，我们先想一下哈。对，老师你可以慢慢想一下哈，说不定你会想到。我们去执行一下。然后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到16分。好，16分，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喝杯水，我们询问一些有关于皮肤方面的这个部分。没有。OK， 好，minta tengah-tengah kita, minum kita pasrah. 奇怪，那个头皮屑怎么讲哦？忘记了。老师，赶快打电话给你堂哥。几点了？那会不会睡绝了？好，我打个电话看。好。我们那边雪花翩翩，我们到后来都称作阿那拜头皮屑。好，不然我们把两个都列。就不然的叫嘎阿迪巴克。嘎迪巴。老师，你的叫做阿那拜嘛？阿那拜，阿那拜。你那个阿没有喉舌音哦。阿那拜，很像没有呢。阿那拜有有哦。阿那拜，这个阿那拜，头皮屑嘛。对，阿那拜，把那个喉舌音给它去掉看看，阿那拜。要去掉吗？去掉好了，阿那拜。对啊，我们常常以前洗澡去河边洗澡的时候，回家都会有头皮屑。阿那拜撒过了风外秀这样，你看头皮屑那么多这样，屑啊，头皮屑。屑，对。止血的血吧。对。阿那拜，对了，没有错了。好。kalau untuk风itu ke阿那拜sana yang，你头皮屑那么多了，就洗头吧，这样啊。阿那拜。老师，所以你会讲马阿那拜吗？会这样讲吗？马嘎哦。马嘎阿那拜这样子哦。变成你很多。马嘎很多的意思哦。阿那拜就是头皮屑嘛。对，本身就是。马里克老师有在线上了吗？没有声音哦。马里克老师没有声音。他们有了。阿那拜马里克老师，你有没有听过嘎阿迪巴克？好，我问看看现在。嘎迪巴克。嘎迪巴克呢？
tipak sana ira kumahannya cingap tipak tipak 嘎阿提巴， tipak 对， tipak 阿提巴，对，他那个好像是光复的讲法，就裂，很像那个裂开的，大块大块。裂开什么像tipak sa nu光复啊经老给人tipak tipak tipak 我没有听过。哦，apa ketinggal ke? Oh, yai, anafai ne. Anafai. Ka anafai sa kurafong ito, yang tobiche. Masa ni kurang ada apa sana? Ada pak. Lepas. レパさん気に入ってやったお。花についかとねこうやbiasa katanya aku biasa Mateo Lepas. 有没有那个灵芝？有没有灵芝？灵芝一样的。我刚你来听一下。哦，还是呢。我是把韩国人。好。好，等一下我再拨电话给你。好。Mr. Tabang tu kita tahu. 我刚刚请教很多皮肤的，betul itu. Kira tu kita. 你不是没有了？妈妈有没有煮你的晚餐？那个哦，我刚刚有听他们那个老人说哈，他们说那个头皮屑，一般老人都讲阿拉夫，我说阿拉夫不是灰尘吗？那个阿拉夫no tanga lah sana hadir lah. Usul nama tu asai sah. Mata mai hakia. Di tengah kau kita di 老师。阿拉夫哦，这个字吗？阿拉夫努当啊，这样子啊。刚会加一个当啊的这样。都是头部的灰尘，就是头皮屑，是这个意思哦。对，好。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之前有没有讲到那个补质有了哈？我看一下，好像有补质有，补质不做有补质哦，补质。不，这是没有呢？没有哈。这是不是？对。啊，有啦，这个啦，钉子嘛，痔疮。对，钉子对。鸡不这是有。粉蜡也有嘛哈。粉蜡有，一开始就是粉蜡。哦，对。请问有没有那种就是流汗啊，大腿然后一直摩擦，然后的那种痛的那一种？哦，有大腿太胖了，那个腿跟腿之间一直摩擦嘛。然后他又有流汗啊，然后红肿，然后又碰到就会痛的那种。有那个话哦。有那种话。Maroreh啊，对。哎呀，我听了这个信息，Roreh。哦，真的。Maroreh。L 还是 R？R。Roreh。Hai。R-O-R Roreh R-O-R-I-H Roreh。对。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叫Roreh。对。小儿
小孩的那个。马路列小孩子有时候那儿童啊，他们尿的时候，可能没有擦很久，没有帮他换尿布的时候，突然就是那个皮肤都红苍叫马路列，好像查不到哎，好，没关系，我把它记。那个中文怎么翻比较贴近？皮肤红肿，也是算是痱子的一种，红苍，红疹哦，红疹，马路列红疹，就是那种屁股没有擦干净，然后一走路的时候然后痒痒的那种。对，那个这个是米沙槟榔的，哦，是这个时候用哦，所以刚刚信燕讲那个就是大腿跟大腿摩擦产生的那个红肿，也是这个哈，也是马路列，没有错。还多吗？阿美总会形容那种味。我们之前上个礼拜有一个叫那个巴里汉闹有没有？好，巴里汉闹发FA 巴里汉闹有，哎，这个是恐惧症呢，惧高症呢。对，巴里汉闹是有一点，这个也是会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感觉就是冷了，有一点惧怕的感觉了。哦，你说那个冒冷汗的，是不是？有一点是。可是他这个感觉好像是心理状态，就是说惧高症应该跟皮肤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哈，对，没有直接关系。格鲁都曼。哎，那个格鲁都曼有，刚才有我们有。对，有格鲁都曼，刚刚有那个鸡皮疙瘩啊。对，格鲁都曼是鸡皮疙瘩，格鲁都曼有。格鲁都曼对啊。心闹嘛。这格鲁都曼还有那个，扎人症是不是啊？好像有呢，扎人症，好像有，找一下，有上个礼拜好像有讲到哈，也是有一点会颤抖的意思吧？颤抖。颤抖的意思，扎人症。真的很多。汪老师，这边扎人症是不是讲到这个，有一点寒战的意思？什么寒战？就是扎人症。扎人症是有一点刺麻麻的意思啊。扎人症。有没有刺麻麻？对，扎人症就是看人家有一点，比如像那个马戏团了，你看马戏团，你看到别人，你就感觉到就有一点，怎么讲这个？有一点寒栗，那个叫什么讲？寒栗，不寒而栗哦。不寒而栗这样的意思了。对，不寒而栗。对了，对，就是这个意思。扎人症。我拼好像找不到这个扎人症。GALEMCEM。扎人。看到了。有吗？担心。扎人症这个嘛，这个字好像我们有讨论说，它好像是心理状态啦。对。这应该跟皮肤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吗？对，就是看那个马戏团那个在空中飞，好像要掉下来，那个心里有恐惧，那个是不是？那这样跟皮肤来讲的话，没有直接关系哈。没有关
对，他这应该是心理状态，对。啊，心理状态好。那刚刚还有请到那个齐老这边哈，他说不碰马不碰跟补字这边不一样，不碰 POHONG PO 哦 ，POH， 哎，这个吗？补哄吗？对，有一点像这个 POHONG，这个是脚的意思啊，鹿角，有一点是那个。这个我有没有听错？是这个字吗？不碰啊，跟那个了，刚刚讲到这个补这这边的哈，补这有没有？我们前面有讲到补这嘛哈，有，然后补这这边呢，因为它补这是在皮肤的，在我们的皮肤的，可是补碰这边的是在我们的头皮上的钉子，的钉子那类型的。马不红爱，大部分的马不红爱的话，就是比较头大大的哦，就比较很爱吹风，就吹那个啦，吹气球的那种人啊，吹牛皮马了，不红爱吹牛，吹牛的，碰红，碰碰哦，碰红。哎呀，那是台语。那个刚刚有没有提到嘛？不做好像有哈。哦，不做有。不做是因为被打肿了，头部打肿了。不做啊，对，有，对，前面好像没有哈，不做。不做对有啊，马不做头部肿起来嘛。长脓包也是。那个开明大冷凳有啊，有了吗？对，这个听起来已经有查过。大冷凳就是那个痛哦，好像跟着心跳一样的，痛一下，等真的啊，刚那个痛是什么？怎么讲啦？大冷凳上来刮它。这样哦，那个痛啊，就是好像跟着心脏跳一样啊，痛一下。老师，你拼一下哈，大冷凳，TENG，伤口剧痛哦，伤口剧痛，对，闷闷的痛啊，很痛啊，在心脏痛啊，那个。心如刀，老师你在讲心如刀割的意思是不是？对。老师，我问你啊，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部分，不是吗？谈恋爱的那种那个失恋的痛哦，你是想要形容？不是哦，那个痛，这个打冷凳的话，比如说现在我刚受伤，对不对？被刀子砍到那个手，对不对？结果我包好了，可是它里边还是那种痛啊，就跟着心脏跳的那样，痛一下这样。所以如果说他的翻译比较直白，就是伤口剧痛，是老师你要描述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就是很痛的意思就对了。对啊，它会跟着那个心脏跳动的那个感觉。打冷凳上那个这样，非常的痛。开明，是，他这个痛有的是伤口，有的是那个脓包，有的是因为被石头或是木棒打肿了，他那个痛剧痛。也是阵痛，我再提出来，跟那个血脉一样，打冷凳的这个痛真的很痛的。我那个最痛的了，过来打冷凳上那很痛的。所以如果要描述这个痛苦的感觉，这个是最痛的。对，痛啊，
当这样子。还有一个我们写过了吗？扎里吉克，扎里吉好像有了吗？扎里吉扎克，里吉扎里吉，扎里吉克，扎里吉有了，扎里吉，扎里吉克，扎里个吉克，好像有呢，老师好像也是你讲的呢。是啊。可是我这边有一个扎里吉，这是你讲的呢。对。可是这边还有个扎里吉，扎里吉，那那个是扎里吉是那个皮肤的啦，扎里吉是那个内脏里边哦，那个胃啊，或是扎里吉上那个，第16那边有了，第16有扎里吉，扎里吉有了。扎里吉上那个扎黑瓦锅讲悠悠的饿，这个是扎里吉跟那个什么那个。扎里这个也是差不多了，意思一样的。扎里这个是那个皮肤的那种什么痛啊？就是长痱子、发痒那种。哎呀，还有扎尼尔戒，就是那个肚子饿的时候啊，那个会有声音的。不是你刚刚讲的饿坏了。那个观众老师，你刚刚讲到那个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第40个，谁过来是啥？扎里戒，不是，扎里戒。改名你把它弄到最后那个最后一个。扎里戒吗？不是，达伦邓。对呀。这个已经痛到太阳穴的那种痛了，痛到太阳穴。可能动，还有一种，还有一个哈能夯 HANG 哈能夯，重复词。哈能 HAN 哈能 ANG 哈能夯这样子。不是哈能哦，哈能哦。NG NANG 哦，这样子好。哈能夯对。这个也是剧。老师，你讲一下这个剧痛是他这边说灼痛是被火烧到的吗？有可能。对，算是。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偏向说被火烧伤的，被烧伤的，对。什么？对啊，他这个有他的中文翻译有那个灼痛，应该就是那个被火烧到。对，哈能夯。还有一个叫理发袜，肿痛，我们有没有讲到理发袜？我看一下哈，理发袜嘛，看一下有没有。好像有，感觉好像有。哇，我本来以为这个部分很少，哇，怎么那么多？肿胀，好像没有呢，理发袜没有。有。那理发袜对不对？肿起来，肿胀，对，有了。刚刚有一个相反词哈，相反词，那理发袜是马格列。马格列有啊，皮肤也会干裂。可是这个字吗？对，裂，对。所以这个字也可以形容皮肤吗？这个干不是那个通常那个丁哈，它本来肿了哈，消肿的意思啦。
就是那个我懂。被打肿了哈，刚刚马里巴瓦哈消了，就消个裂。消肿的王老师讲的没有错。那个钉哈脓出来了，也快要好，叫马克裂。还有伤口快要好，也是叫马克裂了。马克裂就过了luka，克裂，加几多这样，马克马克裂多加几盖多这样，就已经结疤了。马克裂，我这里补充一下哈，因为前面有没有我不晓得哈，我可以补充吗？可以，当然可以。刚刚好，因为我们做农的冬天哈，到那个田里工作，结果那个脚板裂开。马弗裂有2种，一个是马弗扎克，好像那个田哈裂开一样，马弗扎克。马弗扎克，大。还有一个是那个裂开的部分叫马弗裂。对呀。有那个做农的人，如果很严重哈，真的是马弗扎克。裂开的话就不裂了。我补充这个。对。那个夏天的时候马弗裂哦。对，泥土都会跑进去呢。是啊，没有错啊。马弗裂，马弗裂，马弗裂，可以不要，对，不裂，马弗裂，不裂，不裂，DI 啊 ，DI 哦，DI 没有错。好像没有这个字典没有出来哈。对，没有这个啦，你直接打这个就有了，有了，是这个字哈。对，一个是马弗扎，对，一个是马弗裂。这2个同义字嘛。同一个意思了。扎跟那个。بلت نو شو كده كده اي نو فوز تو سوستوري ماتيني 那个香港脚有了吗？香港脚没有，香港脚没有。我可以讲哈。过了不，查看看有没有，就是香港脚。过了的不。KOREPEC KOREPEC 没有错，PEC 还是T 啊，后面是 T 啊 ，T 啊，后面是 T。甚至这个，对，马古勒不带，对，这个，这个就是香港脚的意思哦，脚显了。对，马古勒不带是香港脚了哈，古勒不就是香港那个香港脚，那个香港脚，古勒不，香港脚。我们那边是古勒的。古勒的，古勒不，马古勒不是香港脚的意思。对啊。不裂是那个冻伤了。冻伤。对啊，那个冻伤就是马弗裂跟马弗扎克这2个说。对，因为常常夏天哦，又没有穿鞋子这样哦，那个皮肤
在水里边久了以后就裂开这样。哦，是这样子用。对，如果说你没有用那个什么沥青给它补的话哦，那个夏天哦，那个泥土都会跑进伤口里边的。哦，泡水泡很久了。小培老师，我问你哦，一般我们年纪越大的人呢，他的后脚跟会裂掉，也是用马粉扎，是不是？对对对，或是对，就是马弗扎、马弗扎跟马弗列一样。哦，对，这两个。哦，对呀。古了的，古了的，古了。我们是古了的不。古了的。COK，也是 R 吗？好像没有这个字。R。对啊，book 好像没有这个字。那你用L 看看，用 L 看看，也没有。没有。D 看看也没有。这个我的做哈，是指那个脚板哈，脚板一个洞一个洞。哦，脚板也是因为泡水哈，嗯，那个脚底会有一个洞一个洞，马布的做。还有就是你到那个什么，茅草原哈，茅草原它那个哈，矮矮的那个刚发芽的话，那个是刺刺的，被那种刺也叫马布的做。马祖祖该努裂个啦。哎，马布的做港蛮呢。哦。那个有时候两种啦，我所知道，泡到水后，那个脚底也会一个洞一个洞。还有就是到茅草原割茅草的时候，被那个茅草哈那个刺到脚，也是马夫的做。那个汪老师，我请问一下哈，泡到水。也个说那么的帮助，也稍稍过多，也泡到水，然后变成脚板会马上啊，也是叫佛的做好。对，一粒一粒的油，我有这样。会变成白白的吗？那个脚板泡水泡很久的时候，或者手泡很久的时候，蛮嫩儿。对，泡你很多种啦，你泡脚太久哈，嘛掉几行盖好，你穿那个雨靴。如果雨靴里面有水，你的脚也是泡掉了，也变对，那个要怎么讲起来？那个变白哈，那个能来，呀，被泡水，能儿吗？能儿是变成软，比如说那个马布扎盖哈，那个脚板很硬哈，那个有皮肤，但是脱不了，你就泡水让它软一点，你再搓，你把那个厚皮搓掉，马人儿两过来就是把它浸泡就变成软一点，马人儿就等于是泡水的意思了。对啊，对，还人好散就是泡水的意思，但是不能说。拉鲁拉鲁是泡米，鲁人二是那你被浸泡了嘛？马人二是等于是我们的脚放在水里面泡一泡，然后你就用石头啦，或是刷子把那个厚皮刷一刷。那个角质长茧了啦。去角质的意思嘛？对，那个碱对去角质，现代用语叫去角质。角质皮很厚啊。我偷了这个啦，所以连那个建筑的那个么的呀，么难的个
去捡的时候就不会吃到，也不会怎么样啊。要服了，哦，那个已经是厚皮了，很厚了。那个凯明老师这边有没有那个叫Li 吗 ？Li 吗？不是 DIN 哦 ，DI 啊 ，Fingas 哦，Fingas，后面是 C 哦 Fingas，啊有哦，被草木割伤，没有这个没有，所以马丁纳茨嘛，哦，对不对？对，被划伤，跟那个马斯纳一样嘛，吼。好像我们刚刚也有一个是被割伤，是那，马斯纳是一样的意思哦。对，应该是吧。是那是比较深的了，比较深哦。马斯纳是比较深哦，马林纳是只有一个划破而已嘛。哦，它没有那么深哦，我懂，它的解释好像也不太一样。马斯纳是连画深跟不深也有区别哦，真的分得太细了。阿美族的话实在很深奥啊。所以那个马里克老师马林纳只是被割到，但是比较不深这样子。不深。OK， 那上面那个马森纳是比较深。就是那个什么，有看到血了啦。哦，看到血哦，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芦苇草有没有？芦苇草的那个叶子划破以后呢，就叫马丁纳。常常小孩子在玩刀子都哈拉曼古拉马斯纳这个干嘛说要不然的话马大巴，对不对？马大巴。大巴好像是砍沙毛哦，活生巴割也是割呢，割大巴割，所以这个马达巴也是割伤的意思吗？马达巴还是米达巴？哎，好像是咪耶。米达巴就你用刀进那那个。对，老师，那个米达巴是一个动作吗？是哦。是啊，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严重，很严重。米达巴哈，就是拿刀砍那个，如果砍到人是就杀人的意思。哦。所以他这个是个动作。然后你用小刀或是什么自己割到自己是马达巴，不是说你砍到别人也叫马达巴，因为工作的时候不小心会砍到人家，那个伤口比刚才的那个马斯纳还要深，哦，更深了，看到骨头了啦。哦，打爸是看到骨头了，没有那么严重了。可是那个要叫马达巴的话是自己了。那个程度轻重不一样，反正就是受伤了，很严重的伤了。对，比那个割伤还要严重。马斯纳只看到血，因为他这个是看到骨头了。他这个中文翻成被砍伤就是很严重了了，对。那个是已经砍了呢。这个动作是拿刀哈，高高的拿刀去砍到肉。砍是比较严重了，砍了。对，那是从外力进来的那个砍哦。马达巴哈有大伤、小伤、中伤啊。差别了。马斯纳是比较深一点点，可是那个看到血砍很大。马斯纳是划破，没见血。马达巴是直的，直接就砍下去。砍下去哦。很会解释呢，我们。那个马丁纳词就是被小小的割到，小小的割到，小小的割到。被芦苇草割到啊，被草，或者是那个树枝啊，你划过，
然后呢就一点那个说伤口叫马丁亚。所以这个马丁亚草只是指那个草类就是植物割伤，它不是刀了，对，这是植物类。对可是那个也有芦苇草，割得很严重的时候也叫马斯纳，不是马丁亚而已了。马斯纳如果很深的话，那个就马斯纳的了。我的解释严重性来区隔，就对了。我的解释是这样啦，如果说你沿着那个篱笆这样子走的时候，不小心划到你的手的时候啊，那个划破啊，还没有看到血呢。马神那的话就是已经有你抓那个芦苇草的时候，不小心就这样割伤，就已经滴血了。马神那个比较深的了，那个比较深的，比较深了。如果说马达巴那个是不小心打到自己那个看到骨头了。那个老师，我举个例看看，这样对不对？比如说有些人是拿那个剁刀在剁那个什么鸡肉或者是猪肉的骨头的时候，不小心剁到自己的大拇指，是不是就是马达巴？也算是哦。对，马达巴，对，自己砍到自己的马达巴，不是米达巴了，米达巴是我们要去攻击人的米达巴，马达巴是我们自己，或者是被人家划到，对，被人家砍伤，被人家砍伤，类似的，还有吗？如果再问一下 ，the lat 算不算？再一次 ，plus the lat R E D A T D A用 L， 用 L， the lat， 这个是化开的意思。马的 lat， 是 R E D A T， R E D A T D A C T 有了，对，这个算是吗？算，这个是皮肤的反应。这是痛觉还是皮肤的痛觉？对啊，皮肤的感觉都算，皮肤的反应跟感觉都可以。那个信业，你这个用通常是怎么用这个字？被狗撕裂伤吧？撕裂伤啊，这个马的 lat 是一种撕裂伤啊。撕裂伤啊。我举一个例子马尔达是什么呢你开刀的时候缝起来不小心它又裂开，这个叫马尔达。不是被狗然后咬给你撕裂那种感觉吗？那个也是啊，不一样。我的理解是另外一种是那个女孩子好像那个叫什么女孩子。生小孩的时候分娩的时候，对，那个叫什么分娩分娩的时候，它不成功了，不顺利。自然生产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吗？就马尔达就是也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那个内脏的。表皮裂开也叫马尔达。内脏的表皮裂开。所以这个它的意思很多呢。内脏怎么裂开？伤口裂开也。刚刚那个分娩生孩子不顺利叫什么？流产吗？流产，对，是不是马尔达？这个查一下。他这个那个。
处长他这个刚刚好，他这个例句就有说那个时候他生小孩的时候的痛啊，可能是我在想是不是他是那个自然生产，就是不是人工的，他不是开刀的，他是自然生产，然后我刚刚举例哈，你开过刀，皮肤那个伤口，你用针缝了以后，因为动作不小心裂开，也叫马勒达。对，刚刚那个生小孩，也是马勒达。对，他好像他的例句是这样，他的状况很多种，马勒达的意思。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有撕裂的感觉嘛。对，比如说那个衣服或是什么马勒达也是一样哦，不是马机器而已哦。所以衣服也算哦。你说那个什么麻袋有没有装那个线都脱掉了，那个线脱掉了叫马勒达，是很多意思啊。也可以这样描述哦。女性生产缝合的地方裂开就是马勒达，因为那个麻袋有用缝合的嘛，那个线脱掉了叫马勒达。哇，真的好多种痛的描述，太复杂。那个马里盖老师，我们的时间9点3分哦，看你要不要做一个结论跟收尾。好，你刚刚现在齐老都在我们的线上哈，他刚刚有提出一个像小孩子有没有像刚刚那个汪老师讲的马勒达，然后马勒达以后，后来小孩子严重的话，小孩子出来叫马哈鲁洛，是这样。好，他提了给他好，马哈鲁洛，对，马哈鲁是难产是不是这个字？对，马哈鲁鲁带是不是？马哈鲁洛，马哈鲁鲁对吗？对，这个字对，没有错。马哈鲁洛，难产。aray hanako mi 谢谢 kita nan pulong asinsi tapos iwata to ko 时间nimita hao ko tuki nimita wili nimita saka aray hanako watata 今天晚上大家这么热烈的来分享提供有关乎皮肤 pakaian itu no fungus 动作跟感觉所以今天真的是很谢谢各位老师们。那下个礼拜有然后的机会，我相信还很多，也不只是这几个，刚刚讲到50几个呢。原来我们讨论的上个礼拜讨论的只有20-30个，今天就讨论了10几项了。这个我大不希望再过威力在这里跟大家说声谢谢，阿赖，祝大家平安。凯明请教一下，凯明是，你这边用编号能不能用那个字母？然后你就按序这样比较快，它就可以先排列嘛。你觉得呢？可以，因为这个是我们专门请一个工程师。他做的那个维基百科，但是他不是一般的维基百科，这个是独立的维基百科。我请教他说那个数字的序列可不可以直接编号？应该是可以，因为那个程式的部分呢，我可能要请教他一下，我只会简单的编辑。对。好，那这样，因为你要找的话很快。对，他这个到时候那个处长跟处长报告说，他每一个词汇，比如说我点进去之后啊。我们会根据我们在那个线上讨论的东西用文字描述，他现在是还没有做编辑，
好，那个没有关系了哈。对，现在这个完成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开始做解释例句，所以这个工程庞大呢。对，阶段性这个很好，我觉得真的很好，而且还解释它的那个含义在哪一个。对，因为特别我们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分得很细哦，所以对，分析我们更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对，我觉得那个汪处长讲的没有错。我这边先跟处长报告后，11月份的时候，我们有4个工程，4个子计划要做，一个是族语的教学，第2个是知识体系的讨论，第3个是原住民客服的课程，再来是最后一个是那个企划团队的培训。大概未来的线上语言才会朝这4个方向去做改变。所以10月31号结束之后，11月的上半旬我们会召开一次内部会议，到时候也会邀请那个汪处长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未来的那种规划，大概是这样。好，可以啊，很好哦，谢谢啦，辛苦了。辛苦各位，好，特别是汪老师也在我们的线上哦，有一些指导，谢谢。没有，我们也都是在学习了。好，谢谢。对，刚才在线上也有我们的耆老在花莲这边一直在提供一些资讯给我们。谢谢，好嘞，好来，谢谢，平安。